五一黃金週假期，大批內地遊客嚟香港旅遊，究竟香港交通工具承唔承受到？佢哋熱門選擇地方有幾多人？尖沙咀、中環碼頭、山頂等地方有幾多人？巴士公司用咗咩方法去應對佢哋？佢哋去過嘅地方出現咗啲咩奇景？仲會睇下過境路線 B1 加班後嘅情況。5月1日上晝11點半左右，元朗站有少量乘客乘坐過境路線 B1 及 B2，九巴一直派出加班車支援，亦有巴士喺站外停泊，相信係預備之後過關嘅人流。新大嶼山巴士亦派出多架巴士待命。B2 亦派出特別車，該特別車不經朗邊至藍地，直接前往深圳灣口岸。到元朗迎點，都見到有少量人士等待上口岸路線。曾經為最熱門過關路線嘅黃巴士，就比較少人坐。相反地 ，B1 加密班次嘅程度甚至出現拖卡嘅情況。B1 用車一架接一架，一直亦有加班車進入落馬洲站。甚至出現有人要企嘅情況，有車更有客滿嘅情況出現。喺上水站，過境前往羅湖或落馬洲嘅人唔算多。本台記者於5月1日下午時分前往中環碼頭視察，嗰度除咗有前往離島、尖沙咀、紅磡等地方嘅渡輪，仲有唔同巴士公司嘅開篷巴士路線、上山頂嘅路線等等，都係以嗰度為終點站。由觀光城巴開辦嘅 H1 及 H1S 更有非常多遊客等待乘坐，大部分等待上車嘅人都係內地遊客。多人到甚至睇唔見龍尾。相反地，大巴士開辦嘅開篷觀光路線比較少人乘坐，亦有一大批相信係內地遊客等待乘坐15及 X15前往山頂。
仲有一大批人排隊等候購買雪糕。中環摩天輪亦都係佢哋熱門前往嘅地方。預計輪候時間超過150分鐘。橋上面有一大班人拍攝風景。巴士公司派出大量加班車支援，塞住整條街道。城巴特別開設 X15路線，疏導中環碼頭等待上車嘅乘客。大巴士就加密班次。垃圾桶塞滿大量垃圾，甚至有垃圾傾瀉出嚟。有大批遊客坐喺樓梯休息。天星小輪下層逼滿人。至於觀光城巴，觀光城巴派出幾乎所有開篷巴士。到下午5點左右，排隊等候上開篷巴士嘅人越嚟越多，甚至排到4號碼頭嗰度。城巴職員更封路，不允許任何人過馬路。不過，有遊客作出危害自身及他人安全嘅行為，包括走出馬路並企喺度，於開篷巴士上站立。亦有人喺巴士上層站立。我哋5月3日乘搭2號線前往尖沙咀，途中有大量遊客喺尖沙咀行街。喺香港太空館外面，有大量遊客前往路博打卡拍照。
紅燈亮起後，大量遊客仍然繼續過馬路，中間有很多人湧向前。本台記者嘗試過馬路，冇俾人推低。你他媽怎麼也來了？你們天天來香港？尖沙咀站亦有很多人等候乘搭 H2。有旅遊巴於雙黃線範圍落客。由九巴開辦嘅 HK1就未見有人排隊。喺尖沙咀碼頭巴士總站，有大量遊客走出馬路。有大量遊客等待乘搭天星小輪。渡輪公司要實施人潮管制，上層龍尾排到去下層入口。所以話呢度好舒服咯。城巴嘅開篷巴士相比起九巴嘅旅遊路線，有更多人乘坐城巴。下層排隊人數甚至比屯馬線開通嘅人多。亦有少量遊客登上比較昂貴嘅維港遊渡輪。不時都見到有人宣傳私人航線。對比起非常擠迫嘅天星小輪，
私人渡輪顯得比較少人。我哋嚟到文化博物館對出海皮，見到比較多遊客。佢哋逼滿成條海濱長廊。我哋之後上咗973前往赤柱，該路線途經唔同嘅景點，包括淺水灣、深水灣、西九文化區、赤柱等。深水灣比較少人上車，我哋可以見到有人喺沙灘玩，有人燒烤。到淺水灣海灘，有非常多遊客等待巴士前往市區，有巴士更出現頂閘嘅情況。城巴派出職員協助疏導乘客。一到赤柱，就可以望到長長嘅人龍，排隊甚至要排到企出馬路。目測上車人數超過50人。佢哋上車嘅秩序比城巴173R首航好好多。前往香港仔嘅小巴就比較少人乘搭。本台認為，政府需要增派警員維持秩序，巴士公司亦要多加宣傳其他旅遊路線。稍後九巴將會派出開篷巴士行走 HK1 路線。另外，各位旅行時請不要作出令自己或其他人受傷嘅行為。Travel 較早前開辦港島日間團，派出俗稱拖鞋嘅安海 HFF6120K40D 錯層開篷巴士行走，現金只需支付30元，來往中環碼頭及西環碼頭。